借口。你身為我們顧家的少夫人，你就得要時刻關注着她的身體、她的健康。不管怎麼說，這事兒不能再这麼下去了。这件事兒就交給你了，你負責恢復她正常的作息。可是老夫人，行了，不要再說了。老夫人慢走。什么都让我管，什么都让我管。可是顾西城已经这麼大的人了，他怎麼可能聽我的呢？有事儿啊？你奶奶刚才找我谈话了，说你这么没日没夜的玩游戏对身体不好，不能再这么下去了。要不是你诬陷我，我能老待在家里吗？可是我已经道歉了呀。再说了，就算你不出去玩，你也有很多其他的事儿可以做，比如休息休息啊，比如睡個覺啊，再有陪陪奶奶也挺好的呀。行了，你別煩了，咱倆不是說好了嗎？我的事兒你別管，你的事兒我也不管。你以為我願意管你啊？這是你奶奶的意思。哎，你這女人怎麼這麼煩啊？你是不是更年期到了？顧西城，你滾！都是你，扫把星。你捣什么亂啊？贺锦熙，你故意的是吧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對不起。